台北市的社会主体大量新城，3冬前交厝了后，便若上大雨就会漏水，流浪袂行介危险。自好今仔日举办记者会，希望台北市政府重视居民的权益，彻底改善漏水的情形。若是落大雨，5楼厝顶的窗仔门径，雨水拢会渗入来，规个涂骹也拢沾水。伫咧楼梯间，水也是擦擦滴，情形真严重。由大量市场改建的大量新城，3年前交厝了，若每遇到落大雨，就会严重漏水。它问题不止1项、2项、3项，甚至林林总总列出了100多项都有可能，但是都没有人监督以后这些缺失的改正计划。他们只是随便列个表，然后就这样改善完。虽然说经过这次的事情，能够把我们大龙新城这个电梯漏水的问题，那跟这个公部门大家协调一下。大雨甲市员批评，漏水造成电梯拢无法度使用，看到公安危机。虽然瓜市长时期，政府市长黄珊珊捌来遮看过，讲会改善漏水的情形。不过已经过3年啊，情形也是同款。大家原因都已经理清了，那这部分我们预计1个礼拜内让这整个的这个改善方案跟现场的一个改善措施能够在1个礼拜内，我们然后把它改善完成。就现在来个急雨就变成这样，台风来了还得了？对漏水可能造成的公安危机，大户希望新上任的蒋万安市长会当重视居民的权益，彻底改善这种情形，唔通无顾人命，和大户无法度安心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